樂壇女歌手金獎。好啦，未宣佈個結果之前，不如咁樣，我哋一齊睇張 poster 嚟啊！嗱，呢張 poster 咧，就嗰個女歌手個樣係打啲格仔嘅，因為話晒都未公佈結果，俾啲神秘感大家嚇。咁啊，但係咧見到佢後邊咧就話一班咧就哇好犀利啊！人才仔即係支持住嘅一班朋友，個個都氣勢如虹咁樣，企喺後邊，感覺就好似一班保險嘅銷售隊伍咁犀利嘅。咁啊，企喺最前嗰啲就咧，你見到咧紅色圈住嗰啲咧紅寶石會員啦，後啲就藍寶石會員啦咁最後啲見唔到樣嗰啲係普通會員啦。今次咧，不如咁樣啦，問下啲紅寶石會員究竟今日會頭攞獎有啲咩説話同個會頭講啊？黃雙俊青山大學嘅黃雙俊身為紅寶石會員有啲咩同個會頭講一講嘅？其實冇咩嘢講啊，要練歌啦，因為我哋咧係1月即係今個月係1月19同埋20喺香港紅磡體育館，你真係唔知喎，你就會開個1月前嘅哇！真係咁犀利啊！咁係大家要快啲撲飛啦，照撲飛喎！咁我哋要去練歌㗎。咁你努力啲練歌啦嚇，唔該晒你嚇。咁我見到另外一個Wallace 有啲咩？除咗宣傳個演唱會之外，OK，嚟緊來年07年咧，我哋繼續有EP 啦，其他嘅 T-shirt 啦，帽咧我哋都係繼續發售嘅嚇，大家可以放心。咁喺嚟緊我哋嘅演唱會咧就冇 T-shirt 賣嘅，不過特別嘅精裝版，大家係記得留意，售價係320蚊。好啦，知道晒嚟緊一年嘅動向啦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如果講榮譽會員當中一定唔少得啦。佢哋其中有2個榮譽會員一定要揾到佢哋先得。因為由開始到而家每一次大 show 好細 show 好咧，都會見到佢哋出現嘅。2位榮譽會長，有啲咩説話同大家講一講咧？等咗好耐啦，終於等到啦。麻煩你其實大家睇一睇。嗱，你媽媽嘅廬山真面目啊！攞條拉鏈先啊！係，哇！1月19、26號，何詩詩2007演唱會 Part 2，請大家捧場，多謝。好犀利一隊銷售隊伍啊！真係好緊要。咁啊，輪到你啦！望一望啦，個獎喺台上面，哇，金光閃閃，好襯你今日件衫㗎。應該要攞好耐啦。係啊，轉個頭咧，佢就會擺喺你屋企㗎啦嚇。咁等咗呢個獎都好多年啦，係嘛？咁而家係時候啦，我哋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何韻詩。何韻詩上榜作品包括《圓滿》、《花劍》、《嘆息橋》、《雙城秘密》以及3首冠軍作品《願我可以學會放低你》、《夜半敲門》、《光明會》。多謝。我今日叫咗自己唔好喊嘅，因為即係好似年年上台都喊咧，好冇新意嘅。咁但係頭先喺台下聽到大家嘅掌聲，聽到大家嘅支持，都忍唔住落咗一滴淚。多謝晒你哋。其實今年開咗個演唱會啦，咁喺演唱會嘅慶功宴上面呢，有一位我自己嘅好好嘅工作夥伴同埋一個好好嘅朋友，佢我哋開咗支香檳，咁跟住佢用咗香檳嗰個蓋去接咗一個叱咤嘅獎項俾我。佢同我講，佢話其實無論上年或者今年嘅成績，無論係點樣都好，佢喺我喺佢嘅心目中，永遠都係叱咤女歌手金獎。今朝起身嘅時候，一起身擘大眼見到個 fax 機隔離有張 fax 紙。而家好少人 fax 噶啦，咁呢一位朋友依然係會用 fax 去溝通啦。咁
fax 上面寫住記唔記得香檳蓋掩？我好記得，其實唔單止記得，今日仲帶咗嚟喺呢度。呢個蓋掩陪咗我坐成晚。因為其實我唔會知道究竟今晚會攞到啲咩獎，但係喺我心目中其實真係冇所謂，因為我知道喺我身邊有一班嘅朋友，有一班嘅同事，有一班嘅兄弟，我每年喺佢哋心目中都係攞咗呢一個叱咤女歌手。多謝黃偉文，亦都多謝所有喺我身邊一路支持我嘅所有嘅人。最後想多謝一個人，喺10年前我喺佢嘅手上面攞咗我人生入邊第一個嘅金獎。今晚我想將呢一個獎送翻俾佢，師父梅艷芳，多謝晒，多謝你哋。任我出去，任我飛，遊蕩2日又重踏這地。沒有牽掛就會死，難道我靈魂被你收起？自己都管不了自己，太多錯誤經已因你起。我都知再找你，連幸福都要放棄。其實你有多好，道別處碰不到，只令我重返這條路。臨近晚節不保，卻行到這一步，眼到的空海闊再無芳草。願我可以學會放低你，就讓我從頭來過物色新知己，望着你的臉如山水一般優美。要走的我總企在原地，願我可以絕道踢走你，但是我如何能拒絕張開的臂？自問我可以由你但喜歡輸給你，又像你親於我自己，我怎可以一刀切下來親手傷你？其實你有多好，道別處碰不到，美麗到危險的程度。臨近晚節不保，卻行到這一步，沿路的山丘已化成焦土。願我可以學會放低你，就讓我從頭來過物色新知己，望着你的臉如山水一般優美，要走的我總企在原地，願我可以絕路踢走你，但是我如何能拒絕張開的臂？自問我可以讓你但喜歡輸給你，又像你親於我自己，我怎可以一刀切下親手？
只可以將心過來親手給你。Thank you，多謝晒。